我哋睇完五洲家園咧，相信你同我都會心入邊有一個疑問：假如五洲家園佢將佢嘅高交標呢啲成本拋棄，那麼佢嘅價錢就會降到一個比較合理嘅水準呢？答案係肯定嘅，但係發展商最唔願意見到。點解呢？喺湖心路同埋湖心新城周邊咁多屋苑喺度同期競爭嘅情況下，尤其而家係買家市場啦，同質化嘅產品大家都有啲偏向審美疲勞啦。而斗門湖心路呢個片區亦都係剛需客扎堆嘅地方，呢度從來唔缺精明嘅買房客，亦都唔缺財大氣粗嘅改善家庭。如果發展商將所有呢啲成本全部將佢降到最低，咁個價錢係相當貼地嘅，會出現一種咩情況呢？嗱，假如我哋揾翻10年前銷售嘅產品，你就知啦。成個屋苑嘅綠化同埋居住環境咧係相當凌亂嘅。嗱，地下停車場咧係石屎鋪嘅，燈管咧經常壞嘅，停車場肯定唔整潔啦。而樓道啊各方面啊昆蟲啊蚊蟲係非常之多嘅，因為極致嘅性價比，成棟樓以毛坯嘅形式銷售嘅，亦即係話你入住咗之後，無論咩時候都會聽到叮叮當當咁樣喺度裝修嘅，唔係上面裝修完咧就樓下就開始裝修咁樣啦。其實呢種屋苑咧，你入住咗之後咧，好難講會有幸福感可言嘅。所以而家點解好多新樓都係以精裝交付？因為其實某種程度上免除咗呢啲入住後嘅隱患。當然啦，精裝嘅價錢同毛坯係有區別嘅，尤其係每個發展商嘅精裝嘅品控水平都唔同啊。所以反襯到而家呢個市場，主張高交標、高品質嘅屋苑變得越嚟越稀缺嘅。因為主張還主張口碑係最好嘅照妖鏡。但凡大家喺網絡上咧再揾翻五洲家園嘅鋪文鮮會睇到有業主喺上面會吐槽啲屋苑嘅裝修品質特別差各方面反而某個國企品牌咧會經常見到嘅，呢度就唔點名啦。所以極致嘅性價比係咪一件好事呢？我認為對於真正嘅買家嚟講，唔見得係一件好事。尤其喺而家競爭激烈嘅房地產市場，而家買家注重嘅點呢？逐漸從房屋嘅戶型到社區嘅環境再到呢個交標嘅品質上去。而家房地產市場咩環境大家都知道嘅，新地塊只有國企喺度接手，而好多外地嘅房企基本上都唔會再入場噶啦。當然一個屋苑嘅價錢體現喺方方面面嘅，除咗地段啦、成本啦、建築造價啦，同埋交通配套各方面嘅總和嘅，所以五洲家園佢賣呢個價錢呢，而且呢個市場嘅消費者係接受得到嘅，亦證明咗呢個價錢佢企得穩，而且企得硬。所以如果對於五洲家園感興趣嘅，想要了解更加多詳細嘅，亦都可以點擊我嘅頭像去領取一份呢個項目嘅詳細流書。我哋下期再見啦！